感谢上荧幕，咱继续来关心美港关税谈判。双方是拢同意讲要降115%关税，所以美国的四大指数拢大起，台股今仔开盘嘛大起400点哦，台票汇率嘛起。有资深的产业顾问就表示讲，未来就算半导体扣关税，对咱台湾相关的产业影响嘛是无介大，但是中国吸收制定的晶片影响是较大。 因为美中谈判降低关税，鼓励美国四大指数收红，带动台股拜二开红盘，盘中上悬捌到21626点，大起超过400点。宽达股台积电上悬有到990块，起33块。 关税的这个利空慢慢逐渐钝化了哈，那现在反而是翻多。那再来就是接下来有电脑展，520的就职大典又正好是在这个时候。那再加上5月还有一个股东会的行情，5月的整个行情应该可以一路望到月底。分析师预估，5月份台股有机会搁起入关点，回期的部分嘛因为美中关税谈判有加悬，开盘是30.31块，起0.6分。针对美中关税谈判，双方拢同意降115%的关税。 外界嘛关注台美谈判的进度，经贸办公室表示，台美关税谈判持续在进行，会拍拼争取上好的待遇。另外，美中双方谈判了后，美国对中国的关税要是有30%，比其他谈判的国家要搁较悬。因若中国要受生产地风险，有关美中谈判后续的发展，要持续来观察。针对台美谈判，有专家认为讲。 台湾甲日本拢是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国家，应该关注美国甲日本谈判的结果。未来半导体关税一定会受到平等的对待，不过会因为制程有争差。先进制程跟成熟制程来分别课税，它的目标当然是对准了中国，因为中国的成熟制程啊产能过剩。 已经警醒了，威胁了美国的成熟制程。不论从关税的角度，还是新台币升值的角度，先进制程啊，对台湾、对台积电的影响啊，反而没那么大。各产业拢面临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。做面板的公司群创最近发公告，鼓励员工安排休困充电。若生产线的员工是无包括在内。台美关税谈判敢会有好的结果，拢牵连到各产业的发展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